大家好，我係希路，係 BNI Supreme 分會7年會員，專業領域係場地策劃佈置。加入 BNI 之前，我90%嘅業務都係嚟自婚禮佈置，曾經為藝人楊怡打造夢幻童話式嘅婚禮，亦策劃過香港最盛大嘅中式孔教婚禮。2018年，我做咗人生最好嘅決定，就係加入 BNI。面對疫情嘅衝擊，我聯同 Supreme 嘅 Wedding Team 開創輕婚禮服務，開拓超過100個嘅婚禮場地，服務逾1000對嘅新人，互相引薦金額突破2000萬港幣。透過 BNI 嘅 Power Team 嘅合作，我更成功進軍商業佈置同埋展覽搭建，成為應對市場轉變最強嘅後盾。我哋打造咗每年最盛大嘅保險業界頒獎典禮。書報展全場最大嘅展位，科技博覽展、工程展、智能安全工地，更為知名品牌 Pantone 打造商場 Pop-up Store， 以及 MonGG 戶外嘉年華8米高嘅大型公仔，成為維港嘅主角。好多謝 BNI 會員帶俾我嘅生意，目前累計總成交金額已經接近3000萬港幣。我亦都好感恩連續6年成為香港 BNI 國際年會嘅總佈置，透過年會嘅跨地域引薦，我更成功開拓大灣區嘅婚禮佈置業務。透過年會嘅會友介紹，認識到國內嘅婚禮統籌師，成功咁拓展打造一個又一個嘅大型大灣區嘅婚禮佈置。呢啲機會全部都係 BNI 俾我嘅引薦同埋支持。喺 BNI， 我透過合作同人脈嘅槓桿，我實現咗業務嘅多元化、業績全面嘅提升，完美體現合作共贏嘅重要性。多謝 BNI， 多謝 Supreme。